咱先看第三节，哈，看第三节。好，困求万福源头，清气我心焦头，好焦头。即刻圣主慈悲长老，亲像圣道焦焦，这三个拢读焦，吼焦头焦焦。好，咱来唱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来。好，去续接，咱来看171首，171首上帝所赐活命。这首咱唱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来。
咱再来看367首受主赎回，受主医治。哦，这也是歌词的问题哈。第一节哈，咱看第一节，受主赎回，受主医治，打咱一锤一锤，吼，雄雄可能会碰到一锤。咱再看第二节，吼，第二节，救主宝体为咱拍破，这饼做样，毋是做，毋是迄个，有可能有大家头发会无啥共款，但是是做样，这饼做样，有的人读做样啦，这乌也是一个乌，咧轻的也是重，其实无差，这饼做样，咱来看第三节。好，这可能大家较想袂到，伊是安尼读吼，救主听咱稳定结归，结归，毋是外哦，结归，这可能咱先注意一下，好，咱来唱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来。吟诗学到到这。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大家闭眼睛来敬拜上帝。
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土地。咱三角来吟诗，圣诗第281首，圣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起立。请大家由咱徛咧，做下阿头的祈祷。自然永远的上帝，自古你就存在，你的疼无改变。我为了你的疼所想事，逐项的恩惠，逐你的保护眷顾来感谢你，也为着你极大的疼痛，差派主耶稣基督来受阮世间人。阮今日要甲主同齐祷，来纪念主的救恩。阮献上感谢，总是阮的本性充满罪恶，搁常常得罪你。袂记你的疼，行家己的路，亲像迷路一样，应该做无去做，无应该做反转去做。阮的性情软弱，无力通行好，求主怜悯阮是罪人。忧伤痛话，求你接来伊；认罪的，求你赦免。当阮拄着艰难时，求主甲阮伫地，食在阮及时的帮衬甲瓦靠。当阮病痛、心情惊吓、不安时，求主来医治；当阮迷路时，求主来指引；当阮服侍亚身无力时，
求主加添开单。阮祈祷无到遐所在，即时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阮天命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底里亲像天里。阮的日时行咧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为你赐阮利市，亦叫阮看你的太下，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你掀开信息后面第1091页，启文第54篇，启文第54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良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摇喙搭羡慕上帝旨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人民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咱做来念信息第171首，信息第171首，上帝所赐换命，请起立。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至尊的天父，真理活命是你想事，放源头是对你来。我因较无心追求你所想事份样，阮的心神勇惊，求你圣神降临，找保的书来教示阮。坚固阮通行伫你所喜爱的道路，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三个来中读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6章第1节到13节。马可福音第6章第1节，听我来读。耶稣离开遐，倒去家己的故乡，门徒缀伊去。按晓你，伊伫会堂教示人，真侪人听着伊的教示，拢真着惊，讲：这个人的本事对倒位来？伊得到的到底是虾米款的智慧？
伊的手哪会通行即款神社？伊竟然是目像，竟然是玛利亚的囝雅各、约瑟、犹大甲西门的兄弟。伊的小妹敢毋是甲咱住伫遮？因煞对耶稣去反感。耶稣甲因讲：先伫伫家己的故乡、家己的亲人、家己的家族以外，一定会受尊重。伊等遐袂当行啥物神社，只有甲几仔病人换手，甲因医好。耶稣对伊的毋信感觉真奇怪，伊调集12使徒来，找因两个出去，互因有权柄通制约城神。伊吩咐因出门的时，街仔以外，啥物拢毋通带，毋通带食物，毋通带旅行地，腰带内面毋通带钱，只有穿凉鞋，毋通穿2领内衫。伊阁甲因讲，你无论你去啥物人的厝，就住遐住伫规迄所在。无论啥物所在，人若毋接纳恁，毋听恁的教示，恁离开的时，就将脚里的土粉搬掉，表示对因敬过。使徒就出去传道，劝人悔改。因阁赶出真侪鬼，嘛因由我真侪病人，甲因医好。愿上帝帮助咱。伊要请圣歌队雅瑟诗班带来咱敬拜，伊要唱的诗歌，咱就以主所属在前。下面要请黄老师讲道，题目是家己人的拒绝甲恩信。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阿萨诗班所献的诗歌，这首诗歌迄讲起耶稣国活了后，咱得到新的活命。咱就爱将这个真理来报传，甚至爱甲人来分享这个饼。今仔日10月第1礼拜，也是世界圣餐的纪念主日。这个世界圣餐的纪念主日，是对美国这个匹兹堡薛迪赛的这个教会的牧师科尔，伊伫1933年所提出的构想。因为迄当时美国面对着经济这个大萧条的黑暗的时期。
我开始伫欧洲，迄当时即个纳粹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所以伫迄款的处境的中间，世界感受到迄个动乱的气氛威胁，所以即个薛德塞的即个教会牧师，因就伫遐讲，咱应该爱伫迄个中间做阵来到日主的面前来敲吹，所以因就用10月第1主日伫教会举行圣餐，也呼吁全世界的教会会当伫同一个主日做阵来纪念耶稣基督的疼甲救赎的恩典，要见证上帝伫政治、伫经济、伫人民的生活中间主的主权，也常时伫迄个中间来祈求世界的和平。所以伫即个世界圣餐主日设立了后，无共款教派的中间，当然对伫圣餐馆有无共的主张。所以普世教会协会的信用教济委员会，也特别邀请真侪大宗派的神学家，做阵讨论。迄当时因用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17节安尼讲，阮虽罔济，但是犹原是一个饼，一个身躯，因为阮拢是分享即个饼。所以伫即个基础的顶面，大家做阵来思考。所以伫1982年的时阵，出版一本真要紧的册《洗礼、圣餐甲服侍》，才着大家人的即个提出来，讲起圣餐有5项真要紧的意义。第一项，圣餐是对伫上帝的感恩；第二项是对伫基督的纪念回忆；第三是圣神的呼召；第四伫信仰合一团契的内面；第5经验上帝国的延续。今仔日咱伫10月第1主日，伫即个世界圣餐纪念日的时阵，咱也要甲主三个同齐倒，也望时常提醒咱甲全世界无共款的教派，也是全世界基督徒，咱虽罔多，但是犹原是一个饼，一个身躯，咱拢是分享这个饼所来。伫顶礼拜地勇武牧师咧传讲马可福音第5章后半段的信息，又讲起迄段是马可福音内底真重要的即个 sandwich 三明治的结构。今仔日咱所看到的，有学者咧讲起，讲咱来用一个搁较大的顶下文、上下文，也是讲迄个脉络来看。就是第5章、第6章是一个搁较大的三明治。伫我的即个讲道的即个大纲内底，我将即个结构甲表示出来。伊迄个三明治上顶头的，就是吉拉心外邦人，因安怎来气杀耶稣？上下底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耶稣的故乡的人，犹太人安怎来气杀耶稣？一个是外邦人气杀耶稣，一个是犹太人气杀耶稣。但是中就是咱顶礼拜所听到的信息，有2个女性得到医治，因2个因为因的信心，因的靠无耶稣，所以因得到医治。这是何等的宝贵！现在咱就来看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咱首先，咱来看第1节甲第6节。这段经文咧讲起耶稣的故乡的亲人气杀伊。咱若甲回顾第5章、第6章，咱讲这个大的sandwich，发生代志以前的第3章，描写耶路撒冷来的经学教师指控耶稣，讲耶稣你是靠鬼王赶鬼，甚至。伫迄个中间，
去放风声，就是讲，互群众嘛认为耶稣伊是起笑啊。这个起笑，甚至连耶稣的老母、小弟、小妹嘛来到伫加百农的所在，要将耶稣带走。所以经文的后面，喺描写讲有人甲耶稣讲喂，你的老母兄弟伫外面在找你。迄当时耶稣目睭看四颗连长，甲众人讲：你看。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既然遵守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个代志了后，耶稣就离开加百农，到伫这个外邦人的所在，吉拉心的所在。迄段经文就开始咱咧讲的这个大的三明治的结果。耶稣伫外邦的所在，伫遐来服侍。为什么伊要走去外邦人的所在？因为耶路撒冷的经学教师要指控伊，要抓伊，耶稣的老母兄弟也要带伊转去，所以伊只好安怎离开犹太人的地区，到伫外邦人的地区。伊到伫吉拉心迄个所在，伫遐赶鬼。圣经描写讲，迄个鬼叫做军团。将这个军团的邪灵赶入去2000只猪的内面，猪投入湖内面来死。了后，耶稣佫转来到伫加百农，伫遐医好12年血流的妇人人，佫互迄个12岁失去性命的少女佫活。讲也真特别，耶稣的老母、小弟、小妹来找伊的时阵。耶稣无要转去，但是伊伫迄两个女性了后，耶稣反倒转安怎？家己主动转去到伫伊的故乡。路加福音特别注明，伊的故乡是拿撒勒一大汉的所在，对加百农到伫拿撒勒有47公里。行路差不多要行10点钟。马可福音内底记清楚耶稣的门徒，嘛做阵陪伴耶稣三角行，所以咱会通安尼来了解。当耶稣伫外邦人的所在、吉拉心的所在，伊的学生做见证；转来到伫加百农，伊伫迄两个女性耶稣的学生嘛做见证。今仔日耶稣要转去到故乡拿撒勒。所拄到的代志，伊的学生也看在眼来做见证。第3章的记载，耶稣老母、小弟、小妹来到伫加百农，要带耶稣转去。有可能因若担忧耶稣互耶路撒冷的经学教师定罪，所以因伫遐嘛惊。咱有一句话讲自我审查，自我的审查。耶稣若去互人掠去，有可能牵连全家，所以因的心内也惊。但是到伫第6章的时阵，咱看到是耶稣主动转去到伫拿撒勒。根据记载，拿撒勒是一个真小，伫这个山坡的这个小庄社，人口大概200到400外人安尼。内底无几户人，所以逐个人彼此拢熟悉。伫迄个考古资料的中间，发现当地的人因用石灰石来挖地下室，会晓伫遐囤水，主要因的设施会缀迄个橄榄油，也是葡萄即款的物件。所以反映出来，拿撒勒主要的经济，大家拢是农业做事人。拿撒勒所在无大的公共的这个建设，嘛无有公共澡堂，甚至道路嘛无铺路。意思讲，这个小庄头是一个真送乡的庄头。耶稣主动转去到伫故乡。
有可能因为伊带着门徒，所以互人当作伊是一个劣比。所以伫安息日的时阵，受邀请入去到伫拿撒勒的会堂，伫遐教示人。咱前来已经有看到，伫第一章的时阵的记载，耶稣的讲道，人听到了后的反应，因听到耶稣的教导，拢非常的讲惊奇，哇，这不得了！太较呢刺激人的心，因为耶稣的教导有权威，甲一般的经学教师无同。所以第一章内面，咱就会通看到，有人听到耶稣的讲道了后，心内有大的冲击。迄个大的冲击，圣经是用圣灵来描写迄个人内心的冲击。伊听到耶稣的话了后，心内冲击。显现出来，亲像邪灵附身迄款的，所以耶稣佮用话将迄个邪灵对迄个人的心灵赶出去。今仔日耶稣转来到伫家己的故乡，伫伊的乡亲，真侪人拢熟悉伊的面情来讲道，真侪人听到伊的话，嘛悠然伫遐着惊一跳。但是因着惊一跳，因咧讲啥？这个人太有即款的本事，啥物人互伊有智慧，甚至互伊会通惊心者。根据路加福音共这个事件的记载，路加福音甲咱讲，耶稣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信息来讲道。当然，伊的讲道篇无留落来，咱敢若知影，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来讲道。以赛亚书内面咧讲，主的神临到我，伊竞选我，送乡人来传福音，找起我宣告的受掠得到讨棒，痴迷得到金，受压制得到自由，宣告上主拯救伊百姓的喜年。耶稣是用这段以赛亚先知的记载来讲道，迄听到的人，拢会认为耶稣你咧讲主的神临到我，你敢是弥赛亚？所以逐个群众伫遐挡袂牢。马可福音内面的记载，会场的人、会堂的人，毋是伫遐反省思考，到底耶稣会讲什么信息？因毋是咧思考这项代志，因咧讨论什么代志？你敢知影？讨论耶稣的出生的背景，出生的背景。弟兄姊，咱年底11月26就要选举啊！我看到有真侪即摆竞选候选人，有的人咧强调伊啥物血统，有的人咧强调伊的出身是名门高校，甚至媒体社会的焦点，拢毋是咧看候选人。有啥物款的信念、理念、政见拢无，那亲像拿撒勒的群众同款，因重视啥物？血统好无？因咧看耶稣，你嘛是安怎？是一个真一般的家庭，甚至比阮较歹的家庭所出身的，所以因咧论的是论即种物件。其实咱今仔日的社会的气氛。敢有较好？无呢。咱爱知影，如果咱若看重上帝国的信息，就无应该去看重迄个血统出身。咱爱听这个人伊的信息，这个人所讲的，敢有带出上帝国的价值？要选举的时阵，嘛是同款。这个候选人伊所讲的价值，敢会通？互国家社会得到利益，伊所讲的价值，敢有伫咱的信仰内面找到上帝国的价值？真可惜的，会堂内面的人拢在讨论耶稣的出生，伊的背景，因毋是咧讨论耶稣基督的教导信息的内容，这是真可惜的。第三节，群众是安尼评论耶稣。讲伊敢毋是一个木匠、木工做木的，
伫遐佫讲，伊敢是玛利亚的囝儿，雅各、约瑟、犹大、西门的阿兄，因的小妹敢毋是住伫咱遮嘛？所以因咧论的是耶稣的血统，伊的出身。古早时阵，老爸做啥物职业？通常伊的囝就继承老爸的职业来做。约瑟是做一个木匠的人，伫拿撒勒百姓的印象内，耶稣嘛是继承约瑟所做木工。当初时，即个木工也是木匠，即个词代表的意义是真宽，包括起厝的工人，也是咧做桌仔椅仔，甚至修理厝的工人，这拢是会通安怎讲伊是木匠。这也是互咱知影，啥物人会去做这个木工？因为伊厝内无田。无田好种植，伫即款乡村所在，无家己的田会通来种植，意思是安怎？伊是即群人中间愈善的人。至少你有田会通种植，你就袂去枵死。但是无人逐工需要你去甲做木工，所以咱会通安尼来理解，即个。那说的这个所在，人口只有200到400人左右的乡村，有偌济厝好起，有偌济桌仔好做，无啦。所以耶稣的家庭是宋乡中的宋乡，毋干那安尼，这个家庭的老爸咧，早就过身啊。为什么讲早就过身啊？第3节讲玛利亚的囝。伊无甲称作约瑟的囝，这互咱会通去想象，约瑟已经无伫个啊，所以用玛利亚的囝来称呼耶稣。耶稣应该真早就继承老爸做木工的即款的工课，迄个收入是真少，维持家庭的需要。直到伊30岁的时阵，就是行说的约翰真做政治犯。受关押伫监狱中间，耶稣就行出拿撒勒这个细细的乡社，伊出去传上帝国的信息。也因为安尼，耶稣真会通体会到基层人、艰苦人的生活。但是时代的悲剧是安尼，往往受压迫的人。去压迫另外一群受压迫的基层的人，想要出头天，但是却互其他基层的人伫遐压制，讲卖啦卖啦，免独裁者去施压，受压迫者伊对自我审查，甚至去压制其他的受迫害者的声音。第3节咧讲起群众气杀。耶稣，这个气杀，种厌气啦吼，气杀台语是个放杀。这个字眼是第4章17节夜景的披露中间的一个关键的字。夜景的披露中间讲信息夜出去，人的心也伫石头地，无法度扎根，袂当长久。一旦信息一旦遭受到迫害、患难的时，就马上放散、放弃。所以，伫这段的经文，其实咧讲起遮的群众是安怎？毋是好的图，是将上帝的信息安怎放撒去，迄个硬心的图的意思。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但是。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安怎去？路加福音咧讲起群众甚至更较激烈，要将耶稣杀落去安怎山坎下底。但是路加福音讲耶稣对群众的中间软过去，所以咱看到，迄是一个真激烈的情形。
第4节，耶稣安怎讲？耶稣讲，先知伫家己的故乡、家己的亲人、家己的家族以外，一定会受尊重。即句话其实，就若亲像上帝竞选亚伯拉罕的时阵会讲起，讲你要离开你的故乡、亲族和你父亲的家。其实，迄对应的字眼是同款的。换一句话，亚伯拉罕是顺探上帝旨意，踏出去。今仔日耶稣这个宣告，也是要来讲起，伊也要顺探上帝的旨意，踏出去。所以引用以赛亚的经文来讲道，伊嘛是要来表达，伊要旨意来实践上帝国的使命。上帝国的使命是要互送向的人听到福音的消息，互受掠的得到透放，痴迷的会通得到看见，受压制会通得到自由，宣告上帝的喜名。所以咱看到，这是耶稣，伊要亲像亚伯拉罕同款。离开伊的故乡、亲族、伊老爸家，踏出去，去旨意来实践上帝国的使命。伫这第6节，咱三个来看。第6节咧讲起，耶稣对因的毋信感觉真奇怪。耶稣会感觉因的毋信奇怪，我想毋敢若耶稣会感觉奇怪，边仔耶稣的门徒。应该嘛是看到，会感觉真奇怪。不过，耶稣基督并无因为安尼来放弃伊宣扬上帝国的机会。伊犹原是安怎？伫遐踏出去，到伫犹太全地宣扬上帝国的信息。咱来看第7节到11节。伫遮会讲起耶稣差派伊12个使徒，对伫故乡亲人，因会无相信，耶稣感觉真奇怪。但是耶稣无受到即款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批判的影响，伊无因为安尼来放弃、弃杀上帝国福音宣扬的机会。所以耶稣犹原继续上帝国的事工，到伫犹太全地宣扬上帝国的信息。毋干那耶稣的门徒，也因嘛是共款，无受这个事件的影响。反倒转，这个门徒也顺探耶稣的差派，两个出去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伫耶稣的差派中间。耶稣和门徒会通有官兵伫遐赶出邪灵，这句话是一个重点。官兵对大来，官兵是对耶稣基督所想事的，毋是我靠别人，也毋是我靠家己。这是咱每一位参与上帝国事工的人爱真清楚的，特别是牧师。迄个官兵毋是家己有的，毋是我靠人的，这个官兵是出自耶稣基督所赐的。赐你这个官兵要创啥物？赐你这个官兵是要互你宣扬上帝国，因为耶稣来到世间就是宣扬上帝国。咱的呼召是出自耶稣基督，咱的官兵也出自耶稣基督。所以，咱就要学耶稣基督宣扬上帝国的价值，将上帝国实践伫咱的处境、伫咱的时代内面。煞接耶稣开始展开伊的门徒训练，伊的门徒训练，甲今仔日咱咧讲啥物技巧拢无讲遮个。耶稣无会甲人教技巧，耶稣是互学生知影。上帝国的价值是啥物？亲像以赛亚书伊引用的时阵，传福音互送向人。其实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就是要互伊去体会送向人的生活。你敢知影？
所以伫遮耶稣用迄当时人的穿插普通衫来做一个譬喻，来说明。迄当时一个人的穿插差不多有5件，上内面的是内衫，内衫是一块布长长，无手腕仔呢，迄拢是安怎杂杂的。通常咧卖衫卖内衫的人，伊迄商品这拢是安怎？一边是包起来，敢若一片布安尼包起来，啊，一边甲天起来，啊，天起来要创啥物？你转去，你家己去甲弄开，看你要偌宽，你家己决定。古早时阵咧讲的，这叫新布料，无人穿过，因为你大细领，你要弄偌大空，你家己去处理。迄当时因的衫真简单，啊领嘛是安怎，家己去裁，看要偌大空。有的人红本仔较大、较粗、较大。你家己去裁，所以因卖的内衫的布，都是一块布安尼箍起来，天一边尔尔。所以变转去了后，家己去处理。有当时查甫查某，迄个阿妈领的所在嘛真无共款，因为已经结婚的妇人人，因为要饲囡，所以迄个因的阿妈领会做较开阔，所以这互咱知影。迄当时，迄个内衫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有的内衫家己若是要做，咱讲袖子袖仔的时阵，你袖仔愈做愈长，代表你安怎？你好野人啦。因为安怎？你免做湿。迄个袖若无袖仔的，通常就是安怎？伊咧做湿人，有袖子很不方便。所以内衫，伫遮耶稣讲，唔通穿2领内衫，其实是用炸第2领内衫，因为通常因是将内衫穿的了后，洗内衫就好啊，洗内衫就好啊，外衫无去洗。所以一个人有2领内衫，若要出远门的时阵，就会加炸1领。内衫流汗，垃圾去。脱起来洗，搁穿另外1领。啊，内衫是足薄迄款的，所以真紧就会干。外衫咧，亲像一个毯仔，迄个毯仔是4角形的，安尼甲下起来。另外弄一个腰带甲下一个，腰带是2凹的，内面会当安怎？你藏你的钱一寡物件，然后有头巾包你的头，会当砍掉的。风飞沙啦、日头伤炎啦，拢会当压。但是顶头爱有一箍迄个羊毛圈，迄个真正的牵起来，砍的，因的穿插就是较尔简单。然后因穿鞋，鞋是皮也是草鞋做的，迄是一个平底鞋，啊，用锁啊绑在你的骹安尼而已。圣经内面佫描写讲有炸袋啊。这个口袋通常是一个鞋包的迄个袋啊，要袋啥物？袋饼、袋葡萄干、袋鱼啊，打的鱼。敢会记得耶稣5袋饼2尾鱼，迄个囡仔就是袋啊内面揢出来，会当维持伊1、2天行路会通食的。甚至因会揢一支茶做拐仔，为什么爱有迄支拐仔？古早时阵伫外口一行，毒蛇也好，迄个蝎子也好，一寡野兽爱赶，所以因爱有一个手杖。根据律比的律法，当人进入圣殿的外院的时阵，爱将迄支拐仔放的鞋仔脱掉，伊迄个袋仔嘛放伫外口。因为你要进入诚实的所在，遮的物件拢爱甲揢落来。这有一个真有意思的。如果耶稣是叫因入去人的厝的时阵，你遮的物件嘛是安怎爱揢落来？揢落来就哪亲像你要进行一项
神圣的任务，那亲像进入圣殿一样，将这物件放落去，要来进行一件神圣的服侍一样。耶稣为什么要找遣学生做这款代志？这其实甲头前耶稣的信息有关系，因为耶稣用以赛亚书的传讲，讲恁着爱传福音，互送乡人受压制，会通得到讨棒。伊爱学生去深入基层人民的生活，所以德国神学家泰森伊指出，因为耶稣本身深入民间，伊嘛接触妇女的生活，伊嘛了解外邦人的痛苦，所以即时耶稣伊咧训练学生的时阵，都是通过互学生巡回出去传道，恁去看卖基层人民的生活。恁若无有即款的经验，你是无法度安怎好好啊看到上帝国的一个使命。当初时抵抗罗马帝国的奋粹党，因也世界做即款的巡回宣扬。因的宣扬是要来招大家人做阵来抵抗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差派学生去巡回传道所做无共款。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吩咐门徒讲：恁若进入这个人的厝，就甲因讲愿恁平安，愿你平安。换一句话，上帝国的运动，也是用耶稣的运动的模式，就是世界去巡回体验基层人民受压迫艰苦的生活，甚至伫迄个中间，爱向因传讲上帝国要为着因带来和平、社拢。这个社拢，甲罗马帝国用武力镇压所带来的 Pax， 迄个和平是无共款的。嘛毋是奋粹党要抵抗罗马帝国，也是讲外邦人的犹太民族要抵抗这外邦人，和犹太民族复兴的运动嘛是无共款的。而且要讲起，若有人接纳你的，你就踮伫伊的中间，因为接待出外人是古早以来一个神圣的责任。当一个难民走到伫咱中间的时阵，咱会通安怎拍开咱的双手来欢迎、来接纳因？当一个青训人来到伫这个砖头的时阵，伊免伫遐一间一间去弄门，因为若是一个有信仰的一个庄社，因就安怎会拍开门来欢迎出外人。所以耶稣会甲因讲。若是因无要拍开门来接待出外人、接待门徒的时阵，伊要离开的时阵，将伊骹下的土搬好掉。根据纳比的教导，犹太人若对外邦的所在转来，因要进入犹太地的时阵，因就爱将鞋甲脱起来搬好掉。因为因认为踏着外邦人的土地是垃圾的，伊无望将迄个垃圾的土带入去犹太人的所在。其实耶稣所讲的话是安尼：如果因真正无要听你所传上帝国的信息，你就会通照犹太人对外邦人迄款严厉的态度去做，讲出在因。因为责任毋是在于我，乃是在于你。最后12节到13节，这2节是耶稣差派12门徒，吩咐因工作的要点。咱今仔日传福音工作的要点是啥物？耶稣伫迄当时是甲因讲，恁出去所做的要点是劝人悔改。
意思讲回转，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悔改毋是伫情绪安怎后悔啦，悔改甲后悔无共款。中文的悔改，即个翻译袂歹，伊会通表达出原文的意思。悔是代表心内的忏悔、痛悔；改是安怎爱改变外在行为的改变。所以有悔也爱有改，若有悔无改，安尼无算。所以迄悔改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是外在爱改变。甚至伫这个13节咧讲起，用油抹看病人医治因，用油抹看病的人，咱来知影古早时阵油真侪种啦。有当时药草浸伫油的内面，迄会通有疗伤疗养的意思。所以抹油其实伫古早时阵会通表达是一种医治，所以因会通做即款的医治的工课。马介牧师来到伫台湾，伊要来台湾以前，伊嘛是安怎去学一寡医学的常识。特别伊挽喙齿真够，伊学挽喙齿，然后伊真正伫台湾会通安怎派得用上。迄当时的宣教师加减拢有一寡医疗的概念，因为一个人出外伫外面，你嘛是需要拄着身躯欠安的时阵，肉体欠安的时阵，你需要安怎自我治疗。所以了解安怎治，这嘛是一个真要紧的。伫这段经文咧讲，用油抹真侪的病人，甚至伫遐甲因赶鬼医治因的病。咱会通安尼甲想象，赶鬼是对伫人的内心啦，用油抹这是对伫外在啦，医好因的心灵甲外在的病痛。约翰加利文会甲咱提醒。抹油甲换手，迄种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咱来避免即款神计划，因为若亲像我是真牛，我会通亲像神共款，无啦。伊讲吼，拢会通通过祈祷来进行。对伫今仔日即段，家己人的拒绝，甲无相信的记载内面，咱来思考两件代志。第一件，虽讲咱拄着拒绝。无相信，咱犹原爱有信心，坚定行上帝国的道路。特别第6节咧讲起耶稣对因的毋信，感觉真奇怪，感觉真奇怪。有的人有可能因为安尼就放弃啊，伊就放弃啊。但是耶稣敢有安尼来放弃？无。伫边啊，耶稣的学生咧。看到一个不好的例子，耶稣的学生讲：“哎哟，我的老师都安尼啊，我敢有办法？因无安尼想呢。因为后来耶稣找因两个出去的时阵，因嘛顺坦伫遐受差派。所以咱看到耶稣也是学生，拢无受到即款负面的批判、负面的批评、负面的情绪影响，反倒等。因由原踏出去，世界去宣扬上帝国的信息。咱知影马可福音是写伫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处境下底。检采的作者也是要提醒迄当时的基督徒，检采你故乡的亲人，你家己的人拒绝无相信。你嘛唔通因为安尼来放弃你的信仰。上帝国的理念需要有坚定的信心，继续落去拍拼。人类的社会就是有人坚守这款有价值的信念，继续努力拍拼落去。若无，今仔日就无啊。咱伫台湾，咱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敢是马上天顶落落来？无呢，
迄过去郑炎良伊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言论自由，迄款袂当互统治者剥削来表达，甚至后来有真多学者出来，会反对刑法100条。即款的运动，若无人伫遐来持续，今仔日咱台湾民主言论自由袂安尼白白来。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的运动的中间，有高中生走来台湾，我伫迄个中间咧听伊的故事，其实听伊的故事嘛是一种医疗啦，一种治疗啦。迄个治疗就是讲出伊的故事，伊会通得到讨棒。我听伊咧讲，迄个囡仔高中生，伊走来台湾，台湾无伊的朋友。我讲为什么你走来台湾？伊讲我上街头运动，伫遐抗议中国的政府的时阵，我的老爸老母报警抓我，警察来到伫厝诶，要甲抓走。伊因为安尼，互人做记录了后，伊就走出去啊。走出去，困什么所在？去困麦当劳，然后去拄着同款运动的参与者，带伊转去厝内住，这就哪像接待出外啦。伫迄个中间，伊请即款的协助的人叫做家长。伊来到伫台湾了后，因为伊的律师甲讲，你会受国安法的判刑，因为迄当时已经传票已经来啊，要调伊去法院啊，所以走来台湾。走来台湾，当然安排伊去学校读册，即马嘛伫医学院咧读册。其实即款的情形的青少年，父母因过去可能受压迫，今仔日叫因的囝要出头天的讲袂当，甲压落来。马可福音内面也有出现即款的紧张性，所以耶稣后来会讲起，讲厝内人会出卖你，爸囝会不和，这是因为理念上会无共款。恁兄这，我头前所讲的时代的悲剧，都是受压迫者去压迫另外一个受压迫的人。基层的人想要出头天，却压制其他基层的人的声音。这拢免独裁者出去施压，压迫者就会自我心查，去压迫其他的受压迫者。但是，咱的时代是安尼，总是咱来掠条。这若是上帝国的价值，你就爱去坚守、支持、打拼落去。若亲像台湾过去言论自由、民主一条路行来，嘛有出现这个代志。总是这个价值，若是下伫上帝国的价值。这就是咱基督徒爱付上基督的代价，爱付上性命的代价。第二项，真要紧的要提醒咱，咱来为主做先锋，完全信靠上帝，搁一个充满真慷慨的心。今年是马偕牧师北台湾宣教150周年，我也来讲起马偕牧师伫北部台湾伊的宣教。耶稣的宣教拢是用行路的，马偕牧师伫台湾的宣教，伊嘛是行透透。今仔日10月初2，是花莲港开港的纪念日。花莲港以前叫做咖喱湾，因为迄是吉巴咱的北部族到伫迄个所在。马偕牧师嘛捌到伫
这个所有的所在坐船到伫嘉义县花莲的所在。马凯牧师真侪所在走透透，伊的日记有讲起，伊有一回到伫宜兰的头城大马岸这个大马岸的这个所在，大马岸的所在打马烟啊吼，伊北部族的意思是用水这个煮海水制盐的所在，用海水烧烧的制盐的所在。所以伫这个打马烟这个所在路过，本来要伫遐会通住伫迄个内面，总是这个感觉咱的北部族的头目甲固专，所以马介牧师伊就安怎走到伫附近的庙仔，住伫庙仔内面，遐有一座庙叫做泰安庙，住伫迄个所在。咱今仔日若过去迄个所在，去迄个泰安庙，你嘛会当看到因迄个壁所雕刻的真水。描写迄当时大马岸的教会的头目叫做阿独，甲伊的查某囝阿云信教甲建立教会的过程，真特别。我有一回去遐看到迄因庙方的人家己来甲我导览，讲起马介牧师来遮宣教的故事，庙仔迄传耶稣啦。你有时间，你嘛当去迄个泰安庙迄个所在去行行看看。马介牧师的1873年10月2日的这个日期的记载，讲伊对家人沿着这个淡南古道行2天到头城，因为风势雨势真大，想讲要伫大马岸的所在伫遐过一暝，但是头目无同意，所以一群人只好真落魄。到伫即个头城，伫遐来过暝。因迄当时过暝是去庆元宫的所在，伫头城的老街，迄是差不多南北二路会经过的所在。为什么即个头目伊会反对？伊会描写讲，即个外国番就是马街，会恶人的心，食人的肉，即款的谣言会传。总是马介牧师伫当地为患者挽喙齿，挽来喙齿，毋是早走，是福音。这个阿独就伫群众的中间，伊嘛伫遐听道，嘛伫遐挽喙齿。好了后，伊真感谢马介，伊对过去，伊对马介这个。无好，也是恶行恶状，伊伫遐来道歉。然后，这个头目就决定献出伊的厝，伫迄个所在设立礼拜堂。所以马介真早就派伊的学生单灵到伫大马岸迄个所在来做传道书。这个阿独，伊信耶稣了后，将伊鸦片改掉。嘛，带伊的亲人做阵来敬拜。过当年1884年2月17日，教会第一遍举行洗礼，有记载迄天的洗礼有43人，差不多头目的家族全部拢洗礼。迄当时阿独这个头目只有47岁。阿独嫂38岁，伊的查某囝阿云25岁，因全家拢改姓，姓该，马介牧师的该，表达对马介牧师的感恩。1年后，阿独伊受选成做教会长老，过2年伊就过身，规个庄头100多人来参加伊的告别礼拜。这领洗礼了后，阿独的查某囝阿云，
伊嘛到伫淡水女学堂伫遐来学习。后来伊担任即个宣道夫，咱讲 Bible Woman， 就是迄共传讲解福音。伊是即个女学堂第一批34位学生其中的一位。因为爸母做迄当时汉人的妇人人无容允入学堂去遐读册，所以伫马介牧师的回忆录《佛摩萨记事》这本册的中间，会讲起本地妇女的宣教是安怎费用上省、效果上好、成功上悬，咱讲 CP 值真悬啊！所以伫马介牧师伊的传记的描写，会讲起这个中间阿芬就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学生。你兄说，耶稣无因为拄着阻挡，伊就放弃。伊的学生看伫眼内，嘛无因为安尼讲，哎哟，老师，人拢会甲你批评，看你无啊。伊学生敢有走一个无呢？马介牧师来到伫达马恩这个所在，嘛拄着迄个头目的反对啊。马介的学生敢有讲，哎哟，我对你敢对？你所传的敢对？无，反倒转掠掉这个价值，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家己人的拒绝，无相信。我相信伫咱家己亲自的经验内面，有可能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还未信，有可能你的家庭的中间有人还未信，有可能因的拒绝，但是咱看到耶稣伊的学生，无因为安尼来累积。咱北部台湾马介牧师。伊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伊甲伊的学生有缘继续行落去。即款为着上帝国继续行落去，是咱今仔日逐个人爱学习信仰的款式。也望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帮助咱，虽望咱的亲人、家己人拒绝无相信。但是莫袂记，权能乃是在上帝，乃在伫咱的主。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通看见耶稣基督甲学生所流露信仰水的脚迹。阮也愿意跟对上帝国价值的脚迹继续跑走，互上帝国的价值、上帝国。早一日，伫阮社区的社会世界，会通经验会到。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做以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起立。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年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亡中复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共同教会，信同相通，做下面立体告我，永远的名，阿免。请大家永远徛伫，做伙来吟圣诗367首，受主赎回，受主医治。
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教会陪餐者三个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安尼讲：恁今仔着我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享。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着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接下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大圣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即时也要照伊的款式。咱大声来感谢上帝，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阮也甲全世界的信徒伫圣餐的纪念日三甲坐倒，阮要来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会对着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着你恩典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阮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来到你台前。咱接着饼以后，安静咱的心来默祷。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今日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会当拍开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咧捧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纪念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来介台前。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纪念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接着杯以后，会通真成细意，将迄个挂来甲拆开。咱犹原也安静咱的心，等下做阵，甲咱所有兄弟来领受。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纪念恁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纪念恁的时，就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平安，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着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
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当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尊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时，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为世界圣餐主日第一诚做，第一世界教会诚做合一的团契。第二，10月16中正改选会员会召开。第三，为2023年年度组织甲事工规划展开，请咱三家来祈祷。此时，请你来用这事带咱做结束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你是慈悲怜悯的主，你恩典满满在我们中间。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亲自为我们透过圣餐和我们立下新约，借着你的受难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与上帝和好，得着上帝的恩典，并使我们蒙允许得以在你的复活中得着新造的生命。主啊，愿你的爱与恩典也临到我们，使我们众人都加入这属天的宴席，一同坐席，一同团契，一同相爱。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世界圣餐主日合而为一，同心合意和彼此相爱，共荣和平。长老与执事受选都是上帝的仆人，应以谦卑服侍的精神，共同借制度的整合与协调，兴旺福音，让会友有智慧的将合适的长子人选出来。感谢你让有限的人参与你的圣工，拣选长老执事，尽职于教会的服事，同心扶持牧师来推动各样的事工。求主亲自来拣选合你心意的长子，让我们的选举得到你的欢喜及赐福。爱我们的天父，回顾今年发生的许多事，让我们在疫情磨难当中看见你美好的旨意，生活中都有你眷顾保守同在。2003年新的年度将到，教会各项组织及事工规划展开都能够顺利进行。求主赐下智慧，让参与的同工们都有充足的准备。愿一切尊贵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所祈求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聆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这时咱来奉献。请起立，大家用奉献诗为咱祈祷。请坐，请咱献开就无通知事项。第一，今日是世界圣餐主日，请咱继续为世界教会团结来代祷。第二，2022年中级改选会员好会20月16日礼拜举行，请全体在职朋友陪选会员出席。名册伫公布栏，若有漏交的，请通知小会员。会中要进行长老职事改选，候选人请咱家己看。第三，社会定伫20月16日召开中级改选会员好会，请信歌队各团体进行改选，并且将选举结果通知黄牧师提报小会。迄天9点要举行联合礼拜。迄天无得出席的，请伫招待处办理请假。第四，今日圣约号在点照常举行，请兄弟记得参加。第五，全教会一日活动报名延长到10月9号，预览车车位有限，请提早报名。要报的兄弟礼拜5同工来报名。团契消息。教界消息、其他消息，请咱家己过目。请牧师介绍请安。这是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林芬珍甲伊的亲人吴昭慈、吴嘉恩，请起立，互咱来熟悉来欢迎。来，请坐。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赐咱平安。做伙来吟圣诗第391首《无路天定主宰》，请起立，吟这首圣咏诗主导。
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基督国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得到完全，来行伊的旨意，佮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到代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避讳。若有需要大倒兄弟，请来到这段礼拜堂外面，这段路边雨伞卡，其他兄弟欢迎自由交易。